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18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03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09天。这个乌克兰的总参谋部他证实乌军在9月8号那一天打击了被占领的顿涅茨克的俄军指挥部。当时咱们节目也说了，那现在乌军是证实，那打击的目标包括俄中央集团军和第41集团军的总部。这个第41集团军的总部负责指挥波克罗夫斯克附近的俄军的进攻。就在这次打击之前呢，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刚刚来这个41集团军视察。这个别洛乌索夫跑得快要不然就撂在那儿。在这个波克罗夫斯克前线昨天俄军发起的攻击都被击退，多部罗皮利亚的俄军被包围，俄军损失惨重。乌军第225突击团清理潘基夫卡，随后乌军还要夺取马亚克。目前波克罗夫斯克仍在乌军控制之下。扎波罗热前线，昨天乌军战机轰炸俄军阵地和营地，持续给俄军造成损失。那么在这个扎波罗热前线这个昨天下午乌克兰的特种部队在扎波罗热州的古里夫斯基地区摧毁俄军一套价值高达5000万美元防空系统。而在克里米亚前线呢，昨天俄军位于塞瓦斯托波尔的第184研究基地的通讯枢纽遭到乌军海军部队的袭击，损失正在统计中应该在9月14号，乌军用这个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距离乌克兰1600公里外的俄罗斯的叫皮尔姆地区梅法科斯化学制品厂。这个化学制品厂一个是离乌克兰非常远，1600。第二个呢，它是俄罗斯最大的甲醇生产厂，也就是乌军不仅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还打击俄罗斯的这个酿酒。这个酒精对吧？这个伏特加那可是俄罗斯人精神粮食这个梅德韦杰夫离开了伏特加就没有办法说话，也没有办法工作，所以这个乌克兰人可以说是打击俄罗斯人的软肋当然了，乌克兰主要还是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这个乌军总参谋部确认，当地时间9月16号凌晨乌克兰无人机再次袭击了萨拉托夫炼油厂，袭击后发生了爆炸和大火。该炼油厂为俄罗斯军队提供各类产品，专门生产汽油、柴油、燃料油以及各种等级的沥青、减压柴油和工业硫磺，总计20多种石油产品。2023年加工量达到480万吨。那么前两天正好这个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说这个位于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基里西市的这个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现在就是第2大炼油厂它在被乌军的无人机袭击之后一个关键的加工装置运转停止。报道称该装置在袭击引发的火灾后被迫停产，它承担了炼油厂近40%的总加工能力，相当于每年2000万吨，也就是每天40万吨的加工量。路透社消息人士透露他说一些设备受到损坏，装置维修可能需要大约1个月时。这个央视新闻报道说俄称多方向打击乌军，乌称打击俄炼油厂。这个央视报道现在貌似两边都报道。16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多个集团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俄军摧毁了乌军燃料库、西方供乌武器装备后勤配送中心和远程无人机储存和发射点。同时，央视报道他说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称，16日凌晨，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与国防军其他单位协同作战，再次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炼油厂实施精确打击，目标区域发生爆炸级火灾，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乌军称这一炼油厂为俄军作战供应石油产品。这个根据乌克兰和西方媒体的报道因为不断有炼油厂和油那个码头还有输油管道遭到攻击，那么负责运输俄罗斯80%石油的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已向各大用户发出警告，该公司将减少原油接收量，不再允许客户们用该公司的输油管道储存石油。尽管克里姆林宫尚未对此发表任何评论，但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俄罗斯可能很快就要被迫减产石油，而鉴于现实情况，很多俄罗斯油井在封闭后将不再重新启动。这个就非常厉害了。这个俄罗斯的那
个油井还有气井，它一旦被停掉或者是关停，它很难再重新启动，这个给俄罗斯造成的损伤是无法估量的，是永久的，或者是相当长时间内俄罗斯是没有办法恢复。所以这个泽连斯基啊很骄傲的说啊，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是最直接最快的制裁，并且泽连斯基喊话特朗普啊，说美国足够强大，可以单独行动，可以派遣防空部队帮助乌克兰应对俄军空袭，可以对俄罗斯进行单独。欧洲应该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但我们不能等27个官僚机构一一批准。欧盟已经通过了18项伊朗的计划，现在我们需要一项强有力的美国制裁方案。泽连斯基把球啊踢给美国了，对吧？你美国来吧。我倒是觉得啊，这个泽连斯基啊，乌克兰啊，求人不如求自己，对吧？继续打击这个俄罗斯的钱袋子，打击俄罗斯的软肋，对吧？打击俄罗斯的薄弱环节，起到这个4两拨千斤的这个作用，对吧？你制裁这个，制裁那个，求这个不要买，求那个不要跟俄罗斯做生意，不如自己啊，这个下大力炸俄罗斯的石油管道、马炼油厂，再用你的海洋宝贝啊去炸那些引资船队，让俄罗斯的油根本润不，首先是采不出来，采出来之后呢，没有办法去提炼啊，即便提炼了，没有办法润出。路透社说啊，他说乌克兰对俄罗斯油港以及炼油厂的无人机攻击，正威胁到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导致俄罗斯报告汽油短缺的地区啊越来越多，并且短缺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们再看看外交国际援助，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说啊，乌克兰将首次在历史上拥有与世界先进国家共同建设的现代化武器生产项目，这些协议涉及在乌克兰境内生产投资，也包括在伙伴国境内建设工业综合体。泽连斯基透露啊，丹麦是这项项目的领导者之一，同时其他北欧国家也在准备类似的计划。此外，乌克兰还在与波罗的海国家以及西欧国家开展合作，其中包括荷兰、德国和英国。我们还希望扩大这种合作范围。我感谢所有不仅仅着眼于今天到明天，而是放眼未来的伙伴。乌克兰议会批准了与英国的100年伙伴关系协议，英国将从冻结的俄资产中拿出30亿美元，提供150套火炮新型机动防空系统，强化训练，支持远程武器生产，并成为乌克兰在能源和关键矿产领域关键合作伙伴。这个乌克兰和英国啊叫100年伙伴关系。欧盟议会主席梅索拉今天访问基辅，他将与泽连斯基政府和议会领导人会面，并在乌克兰议会发表讲话。梅索拉还将在乌克兰设立欧洲议会对外联络处，这也是对乌克兰的一种支持啊。根据这个彭博社9月17日报道啊，他说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啊表示，他与印度总理穆迪进行了通话。我记得以前不是说特朗普跟穆迪打了4个电话，穆迪接嘛，穆迪生气了。但是这一次啊，这个特朗普和穆迪通上了电话，说此举意在缓解美印这2大经济体之间因关税问题以及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而产生的紧张关系。这个特朗普在16日的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印度领导人进行了一次精彩的通话，并祝他生日快乐。也就是说，这个特朗普啊，平常给穆迪打电话总是打不通，穆迪不接，把他拉黑了。然后正好对吧，赶上这个16号啊是穆迪的生日，那特朗普给穆迪打电话祝他生日快乐，给他唱一个生日快乐歌。那这个穆迪叫伸手不打笑脸人，总不至于说人家祝你生日快乐你也不接电话，可能就穆迪就接了电话，然后这个特朗普就顺杆上了。什么叫顺杆上呢？就是给那个穆迪一顿夸呀，一顿猛夸，一顿猛拍。特朗普说啊，他做的非常出色，纳伦德拉穆迪，感谢您对结束俄乌战争的支持。这穆迪怎么支持了呢？他也没说，对不对？这个美国、乌克兰还有欧盟，那都是希望印度啊不要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对吧？这是他们的诉求。而且认为只要那个印度啊不从这个俄罗斯进口石油，那么俄乌战争很快就会结束。那特朗普说感谢你对结束俄乌战争的支持，那意思是印度不打算从俄罗斯进口石油了？这个好像也没有这个报道啊。这个南亚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叫帕利特说啊，他说这是特朗普典型的胡萝卜加大棒策略。他的官员们对印度仍有批评，但也明白我们不能放弃外交途径。位于新德里的研究机构社会发展委员会教授比斯瓦吉特达尔说啊，这次通话表明局势明显有所缓和，坚冰正在消融。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过度解读，印度啊已经把所有的牌都摆在桌面上，现在就看美国如何回应。实际上我认为啊，这个欧盟和美国只要认真的啊玩真的施压，包括7国，那印度啊它一定会不再从俄罗斯进口石油。这个当然了，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些面的吧，因为
印度人家一直也是不结盟，对吧？人家也是独立自主。所以说什么叫独立自主？就是我做什么不用经过你们同意，对吧？你们说这不行那不行，跟我没关系，我行我素，这叫独立。或者你不让我从俄罗斯买石油，我就不买了，那就不叫独立自主。那印度作为一个大国，它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那么它是要面子，对吧？他也知道，如果再从俄罗斯进口石油，那是一定是吃亏，大陆占便宜，那他一定会，对吧？减少的。但是他只是这个就是嘴上不承认。那么特朗普这么贱兮兮的说感谢你对结束俄乌战争的支持，是不是意味着这个目的暗示了，对吧？他们可能要减少从俄罗斯进口石油，但是明面不能说这个还是要看进一步的行动。这个路透社报道他说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已根据名为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项目新机制批准了2批价值5亿美元的对乌武器援助。当地时间9月17日，英国路透社对此进行报道。消息人士补充道，这是美国及其盟友首次使用新机制，即利用北约国家的资金从美国库存中购买援助乌克兰的武器，且可能很快会发货。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拒绝透露美国已批准的具体清单，但表示其中包括防空系统，一共是5亿美元的这个总的货值我在想首先这个不能叫武器援助了，因为是北约掏的钱从你美国买的，对吧？应该叫武器交易。那既然是武器交易，那美国有权利不公布，对吧？交易的具体细节，对吧？我卖了一些什么，你们管不着，对吧？他也可以不披露这些具体的。怎么说算是特朗普往前迈了，对吧？说了几个月了，现在对美国对特朗普你不能要求太高，对吧？他能卖武器给乌克兰就算是支持，对吧？现在第一批这个5亿美元的武器马上就要发货给乌克兰了。万事开头难这一旦这个第一笔交易达成，那后面就恐怕就顺理成章。多名共和党参议员对特朗普迟迟不允许国会推进跨党派对俄制裁法案表示不满，质疑其对援乌如加码制裁的诚意。有人匿名直言厌倦特朗普和万斯对普京的恋情，并指上月阿拉斯加的热情接待与万斯近期为俄方谈判立场辩护，向莫斯科传递了软弱信号。特朗普虽敦促欧洲先行加码制裁，停止购买俄油，但对国会法案按兵不动，并要求所有北约国家先行动，抬高美方跟进门槛。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称，若无特朗普首肯，将难以把制裁条款附加到9月30日前必须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上。鹰派人士试图推动突破，格雷厄姆主张以制裁关税并售高端武器，迫使普京回到谈判桌。根据这个卢比奥的说法下一周泽连斯基要在美国纽约和特朗普会晤。特朗普又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仇恨太深，双方没有办法坐到一起谈判。那么说特朗普说他被迫要跟俄罗斯和乌克兰坐到同一个房子，也就是特朗普要组织普京和泽连斯基的会晤。那是我想这恐怕又要压这个泽连斯基要逼泽连斯基让步而且这个特朗普到美国到英国访问之前是吧，上飞机之前还说了，这个泽连斯基不得不签一些协议，也就是说让关于这个跟普京的谈判会面，泽连斯基说的也很清楚。泽连斯基他说他愿意不设先决条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会面，就是没有任何先决条件，想什么时候约好时间什么时候见面，但唯一的就是不能去莫斯科。大家看视频I want to talk about sanctions in a moment and, whether Ukraine can go on the offense. But you talked about potential trilateral summit. Donald Trump has spoken about them. Are you ready to meet Donald Trump and Vladimir Putin without any conditions? Так. Президент Трамп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ені President Trump offered me Він сказав Вашингтоні на останній нашій bilateral meeting first and then trilateral. He mentioned this in Washington. He said, let's work in this format. Because he said, I want you to have an exchange of opinion in bilateral format. And then we have a trilateral meeting. I support any format suggested by the US. The way I see it, the format that the US is proposing and that Ukraine is supporting, and if Russia is not supporting it, then the US can take strong steps
toward Putin. In other words, both sanctions and the weapons. Therefore, I said, without any conditions, I said I support both bilateral and trilateral. So no conditions. You're willing to meet Vladimir Putin, Donald Trump for a trilateral. I'm ready. I mean, I'm ready. I'm ready to meet with President Trump and Putin, trilaterally or bilateral. Again, just repeating. Yes, not too much formats as you see, but I'm ready to meet without any kind of conditions. Are you willing to go to Moscow to do that? Because that is something that Vladimir Putin has suggested. No, of course not. Of course not. It's not conditions. It's the situation. Russia attacked us. I can't go to the country when this city, Moscow, they're attacking us. So it can't be so under missiles to go to their capital. It can't be so, but we can meet in any other country. There are a lot of propositions on the table with some of them. Americans are okay, and Europeans and me, of course. So, but I think that the question is now addressed to Russia. They didn't answer. So why do you think he's suggesting Moscow as a place for you to come and meet him? Because he understands that I will simply not go. He always suggests something that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us to agree on, so that it looks to everyone else that it's not Putin who is not willing to end the war and cancel the meeting, but someone else. By the way, he's not very good at it. He played with Turkey, Saudi Arabia, other formats. He was claiming my illegitimacy, and he's got other reasons in order to put off the meeting. But can you see what's happening with this? With putting off the meeting, the sanctions are put off. Now, when sanctions are put off, his military production is grow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diplomatic isolation is disappearing for Putin. And so, little by little, people sort of forgive him for this war. 但是考虑到泽连斯基最近的一些表现啊，他说啊，我们不会放弃顿巴斯，乌军将击败俄罗斯人，事情进展顺利。这是泽连斯基最近的表态啊。然后这个俄罗斯总参谋部啊，不是组织了好多军人吗？宣誓，如果泽连斯基啊跟俄罗斯签了这个领土换和平的协议，乌克兰的军人还要继续战斗。所以说啊，这个特朗普即便拉郎配啊成功，又有什么意义？这两人能尿到一个壶里相差太远，就是双方的诉求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差距太大。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啊，他认为俄乌战争短时间内结束不了，因为双方的诉求啊差距太大。根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17日报道，欧盟委员会冯德莱恩宣称，欧洲必须在东部边界建立无人机墙，使用在乌克兰经过实战检验的技术来增强欧盟的反无人机能力。冯德莱恩称呢，无人机墙将是欧洲共同开发、共同部署、共同维持的防御力量，可以袭击做出实时反应。他还表示啊，欧盟将入乌克兰建立无人机联盟，投资60亿欧元，旨在将乌克兰的创新转化为战场优势和联合工业化。实际上，这个什么无人机墙啊，对吧？不要搞这些虚头巴脑的，对吧？这些什么设立啊，什么东部哨兵啊，也有什么无人机墙啊，这就是浪费时间、分散精力。欧盟要做的就是全心全意啊，支持乌克兰，打败俄罗斯，或者就拖垮俄罗斯，一劳永逸解。现在不能再三心二意啊！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是9月17号，泽连斯基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啊正在监督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波兰领空，以此来试探北约。泽连斯基说啊，普京在考验北约，他想看看北约做好了什么准备，在外交和政治上能做什么，以及当地民众会作何反应。而这个德国总理啊舒尔茨他表示啊，他说俄罗斯侵犯波兰和罗马尼亚领空是普京长期试探边界和破坏战略的一部分。这个莫尔茨啊再次强调，乌克兰的和平不能以牺牲
牲主权为代价，并警告说，强加的和平只会让莫斯科更加胆大妄为。俄罗斯正在不断尝试破坏我们的社会稳定，强加的和平没有希望的将迫使普京寻找下一个目标。莫尔茨说道。莫尔茨呼吁不要做出任何使合法化的妥协，并继续支持乌克兰，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莫尔茨这个说法啊，实际上就是给特朗普听的啊。特朗普不要逼泽连斯基吗？要和谈，那肯定要逼泽连斯基让步。所以说啊，德国人第一个就不答应。关于俄罗斯啊，无人机入侵波兰和罗马尼亚，俄罗斯人的解释可以说啊，那相当的天衣无缝，简直啊让美西方啊哑口无言。我们再一次领略了什么叫强盗逻辑，什么叫强词夺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利帕耶夫啊，他对媒体说啊，他说俄罗斯无人机闯入罗马尼亚领空，他承认了啊，那是俄罗斯的无人机闯入了罗马尼亚领空，但责任是谁呢？责任可不是俄罗斯啊，责任全怪乌克兰，是乌克兰政府蓄意挑衅行为。有好多人脑子已经绕不过来了，你俄罗斯的无人机飞到罗马尼亚去了，怎么是乌克兰政府的挑衅行为呢？你看俄罗斯人啊，自然有解释，对吧？他说啊，乌克兰完全有能力将其击落，而不击落它。乌军不作为，任由这些无人机飞入罗马尼亚里，所以啊，这是乌克兰政府的挑衅行为。你说这个解释够不够强大？你乌克兰能打掉它，你不打掉它，任由它啊，眼睁睁的就看着它飞到了罗马尼亚境内。关键他说乌克兰有这能力把它打掉，你不打，所以你要跟强盗、跟流氓讲道理，那是没法。德国人啊，现在已经表态了啊，德国社会学研究所为《星期日图片报》做出一项调查显示啊，他说62%的德国人担心俄罗斯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多数德国人担心俄罗斯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袭击一个北约国家，例如波兰或立陶宛。49%的德国人认为欧盟应全面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51%的德国人支持欧盟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来支持乌克兰。所以说啊，在德国民意啊，那也是非常明显，对吧？促使德国政府对俄罗斯的态度啊，那是越来越强硬。既然德国人认为普京一定会攻击北约国家，那么在特朗普，对吧？态度下啊，特朗普美国是指望不上的，你就是能指望上，你得把钱准备好，这武器你得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就得抓紧啊，欧洲啊都得武装自己，与时间赛跑啊。德国联邦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叫托马斯·罗维坎普，他就呼吁啊，北约击落乌克兰上空的俄罗斯无人机。欧盟委员会主席啊，冯德兰表示啊，他与特朗普进行了富有成果的通话，双方同意加强对俄罗斯的联合经济施压。他确认第19轮对俄制裁方案将很快针对加密货币、银行和能源领域实施限制，同时加速欧盟放弃俄罗斯化石燃料的进程。19轮制裁啊，要越快实行越好。欧盟啊，你看前18轮制裁，有好多人说啊，一点用都没有。特朗普就这态度，特朗普说欧盟啊，这轮第18轮了，也没看见俄罗斯垮掉，你还搞什么19轮？按我的来，对吧？咱们一起啊，针对2个印度进行2次制裁。这就是特朗普的态度啊。首先啊，也就是北约国家，那当然包括欧盟啊，还包括7国集团，就是所有的国家都不要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这是第一个，这首先要做到。第二个，一起，对吧？一起上对2个印度进行2级制裁。你要买俄罗斯的石油，那就100%的关税，对吧？谁也不能退缩，要上一起上。当然呢，这是特朗普个人的愿望，非常难实现，因为你北约7国集团、欧盟这加在一起这么多国家，你比如土耳其好像自己没有石油，你不让他从俄罗斯买，对吧？他自己用的石油你也不让他买，那土耳其肯定不愿意。总之啊，特朗普这个办法比较难以实现，所以反而欧盟的办法是管用的，也就是啊，温水煮青蛙，对吧？第19轮、第20轮、第21轮，对吧？也就是啊，压垮俄罗斯的是哪一根稻草，对吧？你不能说第21轮管用，那前20轮都不管用吧？没有作用。所以说啊，欧盟啊，勿以善小而不为，这不就是制裁还得治，对吧？加码，一点一点加码，对吧？也不能老想着一步到位啊。特朗普想的太简单了，一步到位。7国集团里，日本第一个表态，他不会采取什么2级制裁。所以特朗普如果再坚持啊2级制裁而且还要欧盟先上，那说明特朗普的恐怕对制裁俄罗斯他没有信心，纯粹就是甩锅。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